好，再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请他们比个赞。好，我们一起比个赞，好不好？来赞。好，师大会把我们的相关的创新领导相关的一个课程编排在这里面。那我们呢，这个经国学院最主要是针对女性，你只要是女性创业的，或者是经理级以上的，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经国学院。那它有一个好处这两个班级会有双证照，一个是我们公测会的一个结业证书，一个是彰师大的3个学分的一个这个学分的这个证明哦。那你日后再投考彰师大，可以做学分的一个抵免，所以这个是包括专业加学位都有并存的一个这个方案哦。那你来这边受训之后，等于后面有一个彰师大非常强而有力的教授团做你的这个后盾哦。我相信大家在创业的部分一定呢能够更加的顺遂。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彰师大的这个教授群们的一个用心。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报名只有40个名额那原本这个课程呢外面的收费一定要到18000块，那你只要6000块钱的报名费，剩下不足的部分由我们县政府跟彰师大我们会来吸收那就是希望说大家把现有的这个创新的相关的一个这个部分呢沿袭回去做呢我们企业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这个过程我相信未来大家在事业的发展上面会更加的顺遂。再一次呢恭祝我们参加的少年国家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对，然后而且我是其实在里面来讲，像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少年国家2年了。那我从离开少年国家之后，我就经过了彰师的 IMBA。那其实，在少年国家，我认识到一群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会一起不定期的聚餐然后一起做一些资讯的分享跟交流。所以我觉得那个少年国家是很值得大家来的一个地方。谢谢。在接班人。那2年前您参加了少年国家学院之后，我学习到了管理行销方面的观念。那学习期间，那其实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培训，一起努力，一起切磋，我觉得是很好的体验。那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然后最后感谢彰师大之前有机会一起来上课，谢谢。好，那我也请我们长官的先定格一下。对，我们定格一下，让我们的记者拍一下照。美的你要让它出现。好，气球上，来，请我们4位长官来向后方的热气球，我们的记者们拍一下照。待会呢，我们大喊一下我们的梦想起飞，彰化飞翔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手往上举，好不好？好，一起唱梦想起航，彰化飞翔。